万国啊，恁着俄罗耶和华；万百姓啊，恁着称呼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永远伫地，恁着俄罗耶和华。圣诗298首，快乐快乐，阮来敬拜，请会众起立吟全首。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地，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笔，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是空洞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请咱掀开圣诗后面1009页启应文第8篇。显着我来刻，恁来用。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予我新的气力。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伫我对敌的面前，
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作伴。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上帝，阮感谢学了你，因为你是好，你的慈爱永远伫地。为着耶和华的慈爱，甲你对世间人所行的奇事，拢学了你。阮也要献上感恩的祭，出欢喜的声，讲起上帝的所做。既若有智慧的人，拢要笑念耶和华的慈爱。主啊，求你赦免阮的背逆甲硬心。时常伫逐项的行罪顶面得罪上帝。主啊，你是有怜悯施慈爱的上帝，感谢你接纳阮的全部，时常用慈爱温柔的声不断提醒、安慰、鼓励阮。虽然阮有无共款的软弱，但是你用各种的方式来帮助阮，互阮会当经历共款的救恩甲恩典，求主饶赦阮的过犯，散去阮骄傲的心，赐互阮谦卑、温柔、甲智慧、勇气来化解生活中各种的试炼，背掉阮生命中所有来自撒旦的刺。求圣神时常提醒阮，毋通行入自我的思想甲判断，活出真理、恩典的见证。本主日是妇女事工主日，透过何牧师的分享，互阮学习以色列这位查某囡仔的信心，也互阮会当了解生活中无论大小的代志，拢着学习谦卑，亲身经历上帝的大能。感谢主，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消息报告，本会消息。本主日是总会所定妇女事工主日第二场礼拜，由何爱金牧师讲道以及妇女圣歌队献诗，敬请兄姐踊跃奉献甲代祷。第二，本主日本会各场礼拜举行3月份庆生会，祝福各位寿星平安喜乐、福杯满溢。本会特别以全年礼券来表达祝福。第三，本主日下午3点半伫1楼福堂召开3月份中职会，敬请全体中职出席同工甲机构所长有列席。中职会后召开小会，敬请小会员留步参加。第四，本会2月15、22主日礼拜。2月17新春礼拜各项的奉献，刊登伫本主日的周报，敬请兄姐留意。若是有遗漏还是误差，请各伫办公室查证。多谢配合。第五，本会定伫3月13星期5暗上6点半到9点半；3月14星期6早起8点半到暗上9点，伫敬拜中心举办专人敬圣营，对象是本会受洗的会员、文道学校上期学员必修，费用是600块，这600块有包括册费甲餐点费。囡仔是200块，请伫本主日前用 QR code 或者是办公室报名。第六，本会2025年度第一学期信用培育奖学金，对今仔日开始要接受申请。既若依照规定申请，而且有符合标准的，请伫本主日前提出申请。3月5日星期四暗上8点召开奖励金小组的审核。本会伫3月7、8星期日颁发奖励金。第七，本会定伫4月11到12拜六到礼拜要举办2026年野外礼拜，咱会当家己选择要参加一日游还是2日游，地点是台东吼。一日游的费用是每人1375块，3岁以下是600块。
2日游是费用4500块，4个人房，4950块2个人房，3月以下是1000块，但是3月以下伊是无占车位、无用餐。教会会友每人若2日的是补助600块，合作社补助600块；若是1日的是合作社甲教会拢各补助300块。以上的费用包含车资、门票、保险、午餐、暗顿。报名到3月22星期日，就截止报名。请要报名的请到办公室。咱若要共车，拢爱做一伙报名。若是分开报名，就无法度咱安排共车。第二，具体消息，真伤心的消息就是第一，本会廖淑玲执事的灵族廖碧玉姊妹2月初10星期二安息，已經伫2月21星期六舉行告別式。第二，本會林龍秋兄弟陳美華姊妹的先生2月18星期三蒙主文調安息主法，已經伫2月24星期二舉行告別式。以上願主安慰遺族，敬請兄弟為着遺族來代禱。第二，合作社消息，第一，社員團體保險1年保險費2420塊，到3月初10星期二前接受辦理。咱若超過這個日子，咱就無要受理吼。第二，助學貸款專案利率年息0%。對即馬開始到協會每學期助學貸款額度額滿，就要停止受理申請。歡迎若是讀本國政府立案的公私立學校的社員，攏會當去申請吼。第三，兒童牧區的消息，定佇下主日3月18暗上7點舉辦有限模在野成果發表會，地點佇主堂，歡迎兄弟踴躍做伙來觀賞，以及着來加油吼。教界消息，請何牧師補充報告。好，教界消息第一點，咱本會出身的康文祥牧師要佇後主日3月18下晡3點，佇家己的新聞教會，佇遐來舉行正常的退休感恩禮拜。請咱兄弟來代禱，也帶領這出入參與的人平安，願上帝施恩賜福。第35屆的亞細亞豐涵聖會要佇今年的8月初2到初9，今年的主題是絕對感謝甲復興，這個費用包括就是咱的機票，還有佇基督山所要使用的300塊的美金。說說咱有感動要參加的兄弟，要佇這個禮拜吼，就是今仔日吼，咱來咱的辦公室來報名立錢到護照影印本。第三，咱高雄中會婦女事工部高雄小區要佇3月21來舉辦這個靈修旅遊的活動，所在是佇家己的所在吼，有遮濟這個景點，說說有意向要參與的兄弟，咱會當佇今仔日來咱的婦女聖歌隊的隊長吼素如執事來報名。同款第4項嘛是婦女事工部的消息，3月初7拜六頂埔9點到12點有舉行這個世界公道日加感恩禮拜。那是佇這個路德教會，參加的費用是100塊。那假使講是咱婦女聖歌隊參與，所有的隊員是專業補助，嘛愛佇今仔日就愛咱的婦女聖歌隊的隊長素如咱的執事來報名。煞接要來慶生。說說你是3月份受親，請咱以下的姊妹來站起來，我用時光用祈禱來甲你祝福。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大家加油！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為了咱3月17來祈禱，聽阮的主阿爸上帝主感謝你，佇今早起，阮舉行3月這受親的慶生，
我毋来用这生日的祝我来为因祝福，阮相时需要上帝你亲身来祝福伫阮。主，阮将这一切所有，无论是伫现场伫即个线顶，所有3月份的受请，拢交托伫上帝你的手中。愿主你施恩祝福，互因有勇健的身躯。主啊，互因日日领受你极大的疼甲恩典，互因有上帝的神点伫因的中间。主，愿你来大大施恩祝福，特别若有身躯伫软弱中间，心灵软弱的，上帝你着用你的手来抱因，行过这段无简单的时。主，愿你来施恩祝福伫阮的中间，祝福阮的受请，伫主面前献上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好，生日快乐！过来伫咱的中间有即个邱良秋兄弟的遗族有来到咱的现场，要来甲咱的教会来说道声。咱请伊徛徛，咱毋免拍破吼，咱继续用祈祷来为即个家庭来求主来托住即个家也要求主的心来安慰伫因。好，咱请坐。好，以上报告。咱阁所接来就是这姐妹牧区因所带来的惊奇表演。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请咱掀开圣经列王记的5章第1节到14节，显着我来强读。阿兰王的军长乃曼伫伊的主人的面前最大最尊贵，因为耶和华捌用伊，互阿兰得胜。伊也是大宽容的勇士。总是太高。前阿兰人规定出去，对以色列地掠一个查某囡仔，伊就侍候乃曼的某，伊甲伊的祖母讲：可袂得到我的主甲撒玛利亚的先知三角之地，伊的确会医好伊的太高。有人入去甲伊的主讲。属以色列地的查某囡仔，安尼讲。阿兰王讲：你去啊，我也要寄一张批互以色列王。乃曼就去，带银13连得，金6000，衣裳10套，带批到以色列王遐。批来讲，批到你遐的时，看我找人神。乃曼去见你，你着医好伊的太哥。以色列王看背了，就拆你伊的衫，讲：我检视上帝，互人死，互人活吗？这人竟然找人来我遮，教我医好伊的太哥。请恁斟酌想，看这人怎样找旁攻击我？上帝的奴仆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拆你伊的衫，就找人去见王，讲：你啥事拆你衫？通互迄人到我遮，伊才知以色列中有先知。乃曼就甲伊的马、伊的车来徛伫以利沙的厝门口。以利沙找一个使者，甲乃曼讲：你去约旦河洗身躯7摆，你的肉就复原，你要得到清气。乃曼就受气提去，讲：我本打算伊的确要出来见我，徛伫求叫耶和华伊的上帝的名，摇手伫犯着的所在来医好太哥的。大马色的河阿班那甲法尼法。检无比以色列一切水较好吗？我伫遐洗身躯，袂得到清气吗？就活转身受气做气。伊的奴仆进前甲伊讲：我的爸啊，先知若甲你去做一件大事，你检无要做吗？何况伊简单甲你讲，洗就清气啊。乃曼就落去。照上帝奴仆的话，伫约旦河洗7摆，伊的肉复原，亲像囡仔肉，伊就清气。愿上帝话点伫咱的心内。学了，请妇女圣歌队。
何牧师今仔的讲题是美世的人最伟大的事。今天的姊妹大平安。本主日是咱中会妇女事工部的奉献主日，是咱三甲来关心咱教会以及咱教界的这妇女、这姊妹因的服侍嘛是牧师一年一度会当徛伫咱的主堂分享的主日。拄则咱的师会带领咱所读的一段的经文，是咱真熟悉的一个故事。伊记载着乃縵将军，伊患着太哥病，以及伊怎样得到医好的一个过程。伫圣经侪侪记载内面，咱会当知影，咱嘛相信会当改变历史，会当来扭转整个大局的人，通常是一个真无简单的人。伊有可能是一个国家的君王，有可能是一个领袖，或者是伊是一个将军，也是先知，甚至是一个有名声的人。总是对今仔日的经文中，咱要看去一个新的这面貌，真正会当改变情势，会当来扭转大局的人，竟然是一个真年轻、卑微、受掠、无自由，阁无地位，专门在侍候乃縵将军夫人，一个无写名、无记名的一个查某囡仔。咱要来看一个微细的人，怎样活出一个突破，改变一个将军性命的关键。第一，咱要来看一个伟大的人，伊却无法度、无能力来改善伊的困境。咱看《列王记》的下卷第5章第1节，经文第1节就有记载亚兰王的军长乃縵，伫伊的主人的面前最大最尊贵，因为耶和华捌用伊互亚兰得胜，伊也是大权能的勇士。经文一开始就讲到乃縵伫伊主人的面前是最大、最大。最尊贵，伫别人的眼中，伊是一个将军，伊真够带兵，连伊出去应战，伊拢会得到胜利。所以，对伊的外表看起来，乃縵伊是一个真成功、真受人肯定。咱像咱咧讲的，伊若像是一个人生的胜利组。乃縵伊逐项拢好，拢真优秀，真出色。总是经文讲到一句话，总是伊犯着当时的真麻烦，阁无药通医的这个太哥，一个高强大汉，有权能、有地位、有好的名声，伫镇赢这个对敌的时阵。得到胜利的一个军长，伊毋但得到亚兰王的真好的款待甲重用，伊阁是众人心目中所敬重、所渴慕的迄个大勇士。真这代志来到这个大将军的面头前的时阵，通讲大事拢变小事，小事拢变无事，通讲真简单啊！对这个将军来讲，无啥物问题。虽然乃縵将军能力好，佮伟大，毋过面对着伊家己肉体病痛，面对着伊家己心灵软正的时，这个大权能的勇士，伊却无任何的气力来改变伊生活中所拄着的困境。所听兄弟，人生常常就是安尼。咱外在形象，互人看起来哪像真成功，哪像真牛，毋过实际上，咱的内面却是一个真软者，时常咧交战。敢才嘛有一寡人内面是真破碎，细汉时阵受到最伤，
咱的内面是迄种无气力来赢过现实环境，时常互咱的困境来打败绝望的人。乃曼伊所代表的，就是一个成功的人，毋过却是一个无毋忙的人。经文一转来到第2节甲第3节，伫遮的记载，咱就会看见一个美色的女婢，一个美色的查某囡仔。伊虽然细汉，毋过伫伊的内在有一个强大的气力。若是会使，咱请咱的尹同讲，互咱第2节甲第3节的经文。第2节甲第3节伫遮有记载讲，有一摆规群的人，规群的这亚兰人，伊出去到以色列国，伫遐因为小战因战赢以色列国，所以伫遐有掠因的一个即个查某囡仔转来。其实这个记载是写真轻轻轻就安尼写过，总是伫伊的背后其实真沉重。是安怎讲？但是咱看到亚兰这个所在，亚兰到底是伫什么所在？就是古早时阵的亚兰，就是现在的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叙利亚的地区。当时的首都是大马色。这个查某囡仔，伊是伫亚兰国甲以色列国相战的时阵。去到战败的这个以色列国所掠到的一个人，咱会当甲伊称作战俘，还是俘虏。伫战争的中间，咱拢知影会失去财产，国家内面是乱七八糟，城墙厝底嘛拢受到真大的毁坏，甚至家破人亡，侪人死亡受伤。无厝通住，土地拢芳远去，无种作，无食物。所以其实对一个战争了后的国家来讲，因的百姓，因的这兵，因的心内拢承受极大的惊吓，因心内无平安。因为这个以色列伊战败，所以这个受掠的这个查某囡仔。伊不得不离开伊家己的故乡，互人带去到大马色的这个奴隶的市场来，互人来拍卖。就伫迄个所在，乃曼将军伊来到这个这个市场，奴隶的市场来甲这个查某囡仔买回去，看伊个水个烧火，就甲伊。安排伫伊夫人的身躯边做伊的房餐。咱会当想象一个10几岁的一个查某囡仔，有可能伊伫即届的战争的中间，伊已经失去伊家己的爸母、厝内的亲人，伊受掠离开家己的国家，离开家己的故乡，来到对敌的国家来生活，其实心内一定真惊吓。总是伫惊吓中间咧，伊阁必须爱服侍即个对敌的将军的夫人，爱伫即个将军府伫内面咧做工课。即个查某囡仔其实有真侪理由，真侪借口，会当来埋怨乃曼，会当来怨恨即个亚兰人对付因的国家。总是伫经文的内面。咱看伊无，查某囡仔对伊的祖母讲啥物？伊讲可袂得着我的主甲撒玛利亚的先知三个弟弟，伊的确为医好伊的体格。而且这个经文，咱会当看到3项真要紧的代志。第一项，这个查某囡仔伊是安那？伊相信上帝有医治的大权能。所以，伊毋是甲伊的祖母讲，你会当去找迄个撒玛利亚的先知去试看卖。伊毋是讲，你会当去找伊去试看卖。伊嘛毋是甲伊的祖母讲啥，先知有可能会甲伊的主人，甲乃曼将军医好。伊毋是讲即种无信心的话。即个查某囡仔，伊乃是讲撒玛利亚的先知
的确会医好乃曼的太哥。第二，这个查某囡仔，伊虽然踮伫对敌国家内面的将军府咧做女婢，总是伊的内心，伊无存迄种看好戏。啊，你应该，啥物人叫你来拍我的国家？啥物人叫你爱甲我掠到恁的将军府来做苦工？好，你即马着背，应该，这就是上帝咧处罚你。伊无用看好戏。甲报冤仇即款的心智，伊反倒转用上帝真实的听，伊来关心着对敌，嘛是伊的主人的需要。即款的宽阔的心胸，真值得咱来称赞。第三，伊愿意开嘴来甲人分享，分享什么？这个查某囡仔，伊毋是点点伫遐啊！我着敬拜我的上帝，我着祈祷我的上帝，我着相信我的上帝就好。伊毋是伫遐真被动，伊乃是主动传播，互人有愿望的信息。伊知影伫伊的国家有先知会当成做伊主人的帮站，兼且伊是伊的对敌，所以这个查某囡仔。是主动传播，互人有愿望的信息。所以听兄弟，新正的开始，毋是对约旦河开始，新正的开始是对即句有愿望的话开始。阿门。煞接落来，故事进入到一连串错误的认知。第一，阿兰王，今文继续来看，阿兰王伊掠做用金钱、用贵气的衫。就会当买到病得到医好，所以乃曼伊就准备银10塔连得，金6000衣裳10套。伊感觉甲世间，伊感觉真要紧、真重要物件，拢甲伊传好，要安那？要互先知，要当作是一个记名礼。这款的认知是世间的认知，是世间的思想。这毋是天国的思想甲认知，这是错误的想法。世界的想法就是有钱，咱就处理代志就好处理；有钱，咱就有解决的方法。因为有一句话讲：“有钱能使鬼推磨。”你只要有钱，就无代志，无任何问题。不过上帝恩典、上帝救恩，甲伊的人民，袂当用金钱。来准算，袂当用金钱物件来买卖，袂当安尼是，袂当用任何的物件来收买着上帝的一切恩惠。第二，乃曼伊心中有伊所期待的，伊期待啥物？伊期待医治，伊得到医治的方式是爱有一种方方直直，毋是安尼轻轻祈祷一个好。就随好，伊毋望迄个场面真大，伊毋望伊是时到得到医治的时阵是真请呀，真了不起的。乃曼伊哪像对于医治得到这个医治的方式，伊有一个真迫切的一个期待甲想法，所以伊这个掠准，伊想要，这个代志发生的时阵，就是安那，就表示伊的内心开始咧骄傲。乃曼伊掠准讲，等伊去到先知以利沙遐的时阵，这个先知以利沙就安那，咱讲哪像恭恭敬敬的来到伊的面前，要甲伊服侍了，安尼咧扑扑塌塌。伊掠准讲是会安尼，因为伊是一个真大的一个将军，真出名，真有气力，真有好的名声。伊想讲，伊应该会得到这款的礼遇，而且经文嘛甲咱讲。这个乃曼将军，伊阁想甲足天真呢，毋但有先知恭敬出来迎接伊，阁会安那，阁会徛伫伊的身躯边啊，来换伊的手，伫遐摇手来为伊来祈祷。乃曼伊毋望伊得到医治的时阵，是爱有真大的场面，真震撼的效果，就是随祈祷就随好。或者是伊是期待先知会当用真特别的方式
真特别的神者来甲伊医治。所以听兄弟，迄个我俩准讲，我就是讲，我认为，这个就变做是一个骄傲的起头。凡事咱也假使讲是掠咱家己做主体，啥物代志拢是我感觉，我就是讲，我认为，啥物拢是我的时阵，迄个骄傲就渐渐伫咱的内面生出来了。总是上帝要互即个乃縵得到医治的方式，毋是亲像乃縵所想象安尼。乃是一个真简单的功课，叫做顺服。无怪当即个以利沙伊找伊的老母，你甲伊讲，你去约旦河，你去洗身躯洗7摆。哇！即个乃縵就真生气，伊感觉讲先知，你是咧甲我讲啥？你是咧甲我装笑的吗？我是着太高呢。我远看到人，我就爱讲无清气，无清气呢。我无法度等于到我家己的厝，你即摆叫我去洗身躯，你毋知影我的身躯拢是遐个皮肤无好势所在吗？其实想看卖，嘛有真侪人会认同即个乃縵的想法哦。你看，当咱要看医生的时阵，兄弟，咱除了挂号以外，咱要创啊？咱看医生要看医生。咱爱亲身来到医生的面前，敢毋是？还是你隔空赞美？你有特异功能？我用视讯的，我一看我就知影啊，你胃溃疡啊，无法度。所以想看觅，他有可能医生要治疗患者的时阵，伊无记着患者本人，伊就要开始开药方，要开药啊。要甲伊讲啊，你这就是安怎？你要用什么款的方式来治疗？你要安怎来做？咱会感觉讲，乃縵伊有即款的反应，伊会生气。你是要甲我装笑的？我都还未看到你，你找一个萝卜来，你就知我的状况，要安怎治疗？乃縵感觉讲，真大的生气，所以这个反应真正常哦。第三，乃縵伊会感觉讲，伊家己的想法。比先知的想法搁较好，伊感觉伊较敖。我将军呢？我安尼出去相战，我毋知战数百场，我总赢呢。你知影我送无？我乃縵呢？乃縵会感觉伊家己的想法应该是上理想、上正确。所以当即个先知找伊的老母。甲伊讲，你去约旦河，去遐洗身躯7摆。哇！这个乃縵的心中头一个念头就是安那排斥，生气就不就免讲啊，排斥，无爱，无愿意。伊感觉其实有其他所在嘛，咱这个国家内面有真侪水源呐，有几条的河啊，有啥物？有这个阿巴那、法尼花。遐水真清呢，遐无臭味啊！水嘛足大广的啊！是安怎我着爱来臭咕咕？迄个约旦河伫遐洗咧，伊感觉那像这先知咧，甲伊找麻烦，若无爱见伊本人的面，搁找一个无要无紧的老母，叫伊甲伊讲，叫伊去洗身躯，这种怪怪的治疗方式，你敢有法度接受？因为这款无合理的种种这个行为，乃縵就受气离开，因为甲伊想象的差太济啊，无下伫伊的心意，哇！乃縵就离开，这个离开就是骄傲，这个离开也上定伊失去上帝同在，伊失去上帝祝福，伊相时也要失去上帝医治。最后，乃縵伊性命的改变，毋是对先知遐来，叫伊去洗身躯洗7摆，就转变啊，是对来，对迄个伫圣经内面无写着的即个名字的2个人，一个就是迄个对以色列受掠来
迄个查某囡仔。另外一个是啥物人？另外就是乃曼将军伊的老婆。有一个查甫的，嘛有一个查某的。咱看经文13节，伊的老婆开始甲伊口劝。伫头先有一个查某甲伊讲：“你会当去救阮的国家内面有一个先知，你会当去找伊，伊的确会甲你医好。”这是一个起头，互有一个毋茫过来。伫后壁因为乃曼受气啊嘛，我无爱，我无想要去，总是伊的老婆苦口婆心。好啦，你去啦，哎呀，你去试看卖啊嘛。哦，无得到伊，你至少你人已经够啊。13节伊讲，先知若教你去做一件大事，你敢无要去做吗？这句话意思是讲，你愿意做迄个困难的，你煞无愿意做迄个简单的，安尼敢毋是足戆的吗？足无彩呢？哦，是安怎你无愿意听我的口劝啦？无毋对啦，我是一个萝卜啦。哦，我伫即个厝无啥物身份，无啥物地位，总是你听我的口劝嘛，你去试看卖嘛。即个萝卜真忠心，即个萝卜为着伊的主人，只要会当得到医好的方式，伊拢愿意试看卖。所以兄弟，咱的属灵生命常常就是失败伫即种有够简单呢，安尼就会好，敢有影啊？咱会感觉伤过简单，所以咱干嘛啦？无可能。咱常常失败所在，就是伤过简单。哎呦，你着爱祈祷啦，我知。你爱祈祷上帝帮助你啦，他有可能。我祈祷偌久咧？我听候偌久咧？祈祷太简单，无可能。叫你读一圣经，哎呦，迄字伤细啦，迄无适合我。嘿，啥物上适合？追剧上适合，一片对一片，一直接落，无背起来拢无要紧。咱会感觉伤简单的物件啦，不实用，无效果。有时阵，当有人咧甲咱提醒啊，咱着爱认罪，咱着爱悔改，你着爱警醒的时阵，有啊，我不是拢咧悔改啊。我不是拢咧祷告呼求啊，祷告呼求。我有啊，哎呦，迄足无聊诶。所以伫整个的故事内面，上大转变是伫第14节。伊除了伊的心态爱改变，伊阁爱有行为的改变。14节，乃曼就落去照上帝罗布的话，伫约旦河洗7摆。乃曼伊最后愿意放落家己的意见，甲伊的想法，顺服先知以利沙托人吩咐的这个话，伊真正落去到约旦河，总是伫第1届洗了后爬起来，毋着共款，无好啊。皮肤烂烂的所在嘛是伫遮，搁落去洗第2届，洗的爬起来。嘛是同款，第3遍、第4遍、第5遍、第6遍，对乃曼来讲，虽然是装小的，嘛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因为一届，伊感觉讲靠一点仔拢无好的感觉。总是伫第7摆，当伊对约旦河爬起来的时阵，圣经记载，伊的肉复原。亲像囡仔肉，亲像囡仔肉，什么叫做亲像囡仔肉？小鲜肉，肥嫩啊，肥嫩，对不？碰晒晒，热落短腰过倒单，乃曼身躯顶的肉甲皮肤，得到完全医好。伊的肉甲皮肤亲像囡仔的皮肤共款，幼咪咪、白泡泡。
有影顺服就会得到祝福。阿门。乃缦伊因为听到这个美色女婢的建议，伊阁愿意接受伊的奴仆不断甲伊鼓励，鼓声好啦，主人，你就去了嘛，你就去看卖嘛，哇，这有效果呢！哇，伊通过因两个奴仆的建议，伊毋但顺利找到先知，通过安尼，通过伊奴仆的鼓励，伊真正用行动来证实先知托伊奴仆所讲的话，是对上帝遐来的话。伊的身躯的体格得到医好。兄姊妹，咱毋通看轻咱家己。啊对啦，我不过是一个信徒，我其实真毋爱人讲我是平信徒。吼，平信徒，互人的感觉就是安那。我平平躺在那里的平信徒，我要做什么代志？我较爱人讲，咱是门徒，咱是耶稣基督的学生。无毋对，咱已经有淡薄岁数。咱虽然有一寡年纪，咱虽然毋是迄个真有名声、真有地位的人，咱虽然是一个微细的人，总是当上帝要使用咱的时阵，咱是毋是愿意来回应上帝，互上帝来使用？伫今仔日的经文，互咱看到一个微细的人，一个去狩猎来的。一个伫将军府内面咧做奴仆，下骹手人所做的，这个工课的人，虽然是微细的人，总是伊嘛会当来做伟大的事。伊会当来帮助人，伊会当来引带人，祝福人的性命。兄弟姊妹，你有愿意要来成做上帝所要使用的人吗？阿门，阿门，阿门的时阵爱大声，爱肯定。你免惊边个人听到，哎呦，我就歹势。阿门！你愿意互上帝使用，成做一个祝福人的管道无？阿门！咱做来祈祷，希望上帝感谢你的恩典。阮实在是一个微细的人，阮实在是一个袂堪一的人。总是上帝，但是这样袂堪一，总是你愿意用你的性命来买赎阮。互阮即个衰微的人，互阮即个微细的人，会当成做你的囝儿，佫会当伫你的会中，甲你做伙同工。毋但是伫教会内，也伫教会外。主恳求你帮助阮，当阮领受你的呼召的时，互阮有一个勇敢的心来回应。互阮看见侪人的需要的时阵，主阮的内心，阮是抱着一个看好戏，乃是有上帝你的听点伫阮的内面，来关心着伊的需要，来成做伊的祝福，成做伊的帮助。感谢主，通过今仔日的经文，互阮看见，就算讲是一个真卑微的人，主伊也会当成就极大的事，伊也会当互一个将军，迄个原底是一个失望、无愿望的性命。会当领受到一个重新开始，太哥伯得到完全的医好，互阮看见细微细的人也会当做伟大的事。主恳求你帮助阮，掌阮的力，互阮会当勇敢伫主的面前讲，主，阮欢喜，成做你手中的工作，成做一个祝福人的管道。主，多谢你的恩典。互阮会当领受你的话，将这话放伫阮的心内。当阮踏出这个礼拜堂，主就是阮生活开始实践的时，主爱有行动，主你帮助阮，听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回应诗184首，上帝听筒哪会遐大？请会众起立吟全首。上帝听筒。
何牧师。咱犹原徛地，咱要来继续用祈祷，将咱的国家、将列国交托伫上帝的手中。咱为着咱国家的总有算，咱的国防会特别有算，会当来早早来审查，为着咱朝野政党的和谐、两岸关系紧张，会当和缓来祈祷。咱为着咱教会所有的团队、教务团，咱的中级。咱的所有同工小组长咱嘛对咱教会会内会外的服侍来祈祷，特别将这身躯有欠安的兄弟姊妹也摆在上帝手中，为着咱的双家来祈祷，求主帮助因紧来行离开这个失去亲人的刚好，这时阵咱做声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主阮将阮的台湾摆在上帝你的手中，主特别所有政党的和谐，主你是和平的使者，你守护这平安伫因的中间，守护所有的政党，这掌权的人，主互因有智慧来参与着国情一切事务。主特别，阮也将国家这总有算、国防的有算，来摆在上帝手中，按照上帝的旨意来成就，利益着阮的国家，互阮的国家社会百姓拢有得到上大的利益，或者会执政掌权的，拿疼人民，更加疼这个土地。阮将阮的教会各项的团队摆在上帝手中，牧者、中职、干事，所以行政牧养这团队对内对外的团队，主拢摆在上帝面前。愿你来施恩带领伫新的学期，特别这囡仔的时间，主你来施恩祝福，互阮的教会伫传福音的顶面，那新人、青年、囡仔这的灵魂拢要互因得到救恩。我也特别将身体欠安兄弟姊妹摆在上帝手中，主伫收养的，愿上帝通过因的休困，通过这的照顾，互因的肉体会当紧来复原，互因有最快乐。主你甲因三角地带，我也将这个了解甲临解这两个失去亲人的家庭，主拢摆在上帝手中，愿你安慰，愿你施恩伫因，互因紧行出这个悲伤，主互因存着望后日，阮要三角伫上帝的家搁相见，主愿伫你的面前献上祈祷，愿你来听，感谢主。主，阮有声无声的祈祷，你拢要听。无论是对着阮的国家，对着列国，对着阮的教会，会内会外所有的肢体，主通过阮的祈祷，按照你的旨意来成就伫遮所有祈祷的事项，也互阮通过祈祷看见上帝你施恩的手，拢咧带领阮，互阮伫祈祷的时，哪祈祷就哪看见上帝你咧做工，哪祈祷就哪看见上帝你咧成就这个工作。主感谢你的恩典，通过阮的祈祷，也是咧关怀阮的教会，关怀阮的社会，关怀国际。主，愿你施恩赐福。我也要将后一个礼拜伫新闻教会有阮的教会出身的康文祥牧师，伊的退休的这个感恩礼拜也摆在上帝面前。主，互伊虽然卸下这个伫这个现场的这个服侍，总是你互伊服侍的心，会当服侍的这个机会，主你要继续来提供互伊，通过伊这个牧会的经验，也请做教会兄弟姊妹祝福。阮伫主的面前献上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请坐，请即事受奉献。
耶华以勒的上帝，阮感谢你逐日丰盛的赏赐，搁伫阮欠缺的时保助阮，赐阮教业的稳定甲温顺，用平安带阮行过生命中的每一日，也互阮有教业的温顺来服侍主。当阮甘心乐意献上主所赐的金钱甲财能，成做上帝甲教会的路用，求上帝感纳阮所献的一切。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祝福车恳圣诗398首，愿主赐福。愿咱救主耶稣基督。何牧师，恁会当平安去，因为上帝要差遣伊的使者，伫恁的前后正面、倒面保护恁、看顾恁。因为圣神要踮伫恁的中间，赏赐，互恁有气力，互咱微细的人也会当做伟大的事。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众人三甲直直，对即世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默祷闭会。